后来，这个民进党的立委提出的国务机要费拄罪化的修法，国民党认为这是咧替前总统陈水扁脱罪。早起立法院的财委会审查时阵，纳入两党爆发着集体冲突。国民党立委罗淑宝冲去主席台，叫民进党立委将嘉宾带走。两边拉起来，因为不满民进党提出会计法修法，甲国务机要费拄罪化。那样立委讲，连夜要替前总统陈水扁脱罪。无啦，好，啥物除罪，无共款的啦。在咧财政委员会顶，那样立委占主席台，调委郭国文无伫咧惊。我们现在请李桂梅委员要发言。如果直接送出委员会，就是赖世宝跟费鸿泰主导的，才会被迫让我们直接出委员会。是你们两位主导，被迫我们直接出委员会，连让我们报告都不愿意报告，就是你们。主席能不能宣布会计法90条之一，直接送出委员会？叫他们说那个。李cường、麦克散散落落落伫咧涂骹，伫咧真乱的会议，直接甲法案送去委员会。不过因为主席无经过宣读听书，就散会。会计法修正草案恐惊伫咧未来，嘛是会继续发生冲突。